大家估唔估到呢個係乜嘢嚟嘅？睇到條片最後我就開估，今條片就係介紹香港10大聖誕禮物。去片。第一間介紹嚟到 K11 嘅 How， 佢有呢個最近極度受歡迎嘅耳機，有個復古嘅感覺，同埋佢可以接得埋，仲可以藍牙連接。第二間要介紹就係曲奇4重奏，佢嘅蝴蝶酥已經出名到街知巷聞。最中意呢間鋪頭，全部可以試食，試到啱先好買。我要介紹嘅就係呢度嘅聖誕特別版。聖誕特別版一打開，大家就會話一聲，因為真係做到好精美，有大有細，個盒都包裝得好靚。對我嚟講，呢啲先係真正嘅香港品牌，真正有創意嘅品牌。第三間通利，香港玩音樂嘅人一定嚟過呢個場。今次最主要買個吉他俾我個女做聖誕禮物。第五間嚟到朗豪坊嘅 Umbro， 下年世界盃足球衫一定大熱，傳統英國足球品牌。如果着嗰兩個運動大品牌着得悶，可以試下呢間 Umbro。呢條邊係代表邊個？留言話俾我知。第六間嚟到誠品，就係買聖誕禮物俾自己。今次介紹兩本書，都係蔡瀾嘅書名已經可以成為人生座右銘。管他的，我決定活得有趣。之後再嚟到銅鑼灣白沙道432，有一個喺韓國好紅嘅牌子，品牌個名有啲難讀，大家留言教一教我點樣讀。佢有個黑色嘅皮包，好靚啊！我仲揾咗我老婆嚟做 model， 帶俾大家睇下。加上佢仲有一個啡色鏡皮款，都唔錯，大家自己嚟睇下。行過少少時代廣場 Lock On， 佢哋有啲好有香港特色嘅即影即有相機，包括渡輪、紅白藍、麻雀、地鐵站，仲有 van 仔站嗰啲站名。再嚟就係呢間 General Purpose， 係專賣鞋嘅。佢哋有一個牌子叫 Saucony，1898年已經成立，可能係世界上最老跑步鞋之一。不過好多人唔知，都係嗰句，唔想着啲品牌周街都係嘅，就可以選擇呢一個 Saucony。行過幾步就有呢間 Carport， 見到佢哋有啲杯好靚，我覺得聖誕開 party 簡直一流。唔同人有唔同嘅公仔圖案作為呢一個杯，仲有啲好有聖誕氣氛嘅，送禮自用都非常好。嚟到今日尾聲就係呢間意大利超市，聖誕節聖誕蛋糕一定唔少得，意大利人就一定要買呢個聖誕蛋糕翻去食。其實佢哋由12月頭開始會食到1月初。叫做蛋糕，其實佢入邊更加似個麵包，但係有少少唔同嘅 nuts 或者水果乾。呢度選擇實在太多，花多眼亂。最後好彩見到個老闆喺度，所以問下佢有咩意見，佢就介紹咗我買呢一個。He's the boss here. Ciao, ciao.